揾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慢慢合埋雙眼，吸一啖氣，再慢慢呼出。感受下自己膊頭嘅重量，慢慢等佢放鬆。再留意下你身體邊個位仲有緊張，唔使逼自己放低，淨係靜靜咁感受住佢。每一次吸氣，感受下吸入嘅平靜同清晰。每一次呼氣，釋放所有壓力、疲勞同煩躁。想像有一道柔和嘅光，由你心口開始，再慢慢散到全身，膊頭、手臂、背脊、雙腳都變得好輕盈。再慢慢同自己講，可以停一停，休息都係一部分。再深深咁吸一啖氣，然後慢慢呼出。